感谢。咱来到美国，总是会拄着一寡阿东仔朋友问咱讲，啊，你是对倒位来的？吼，啊，咱甲讲台湾，啊，有当时伊就毋知影台湾伫倒位，啊，咱就爱解说几步。所以拄着啊，咱嘛会想讲，哎哟，台湾遮尔小，人拢毋知影伫倒位吼。啊，毋过今年吼，有一个自助旅行的网站哦，伊讲要选全世界上好佚佗的所在。咱台湾排全世界第5名呢。所以台湾小讲小，对，好啊声。所以讲台湾吼小讲小，嘛有真侪可爱的所在。即摆就请大家来欣赏这条《毋通嫌台湾》。